美国总统 Trump 是要甲咱台湾扣30几派关系，副总统萧美琴是讲确实对咱影响真大，政府会积极甲美国谈判。也若是总统赖清德今日下晡是甲传统产业，还佫有中小型产业的代表会谈，目的就是要了解各行各业的需求。前日下晡，车一台线一台开入美总统官舍，因为赖总统邀请团省甲中小微型企业代表，针对美国对顶关税措施举行第2场座谈。根据了解，包含工具机、钢铁、纺织等业者到场。前一日，赖总统先甲做通信业者大头家见面。根据了解，参加人拢赞成政府用手头条件来谈判，佫先提出产业安心方案。会议团队备战，行政院长杜荣泰也第2摆找金管会主委潘金良、证交所董事长等人开会。例会摆大国开市做沙盘推演，因为副总统萧美琴承认，这摆美国关税决定对台湾影响确实真大，政府也积极准备甲美国进行下一阶段谈判，争取对台湾更公平合理的待遇。那行政院在这方面也有所准备，在未来中长期而言，我们要检视跟调整现行能源、原物料等等的国际采购模式，同时我们也要协助我们的产业进行全球的布局。洪城政府内部盘点咱5大谈判条件，包含降低关税、对美投资、对美采购、排除非关税投资障碍，要求美国相关境内生产地问题。国整合国安团队甲行政部门方案，由虾米官员来处理。在野党团也密切关注政府新兴策略，要求杜荣泰赶紧到立院专案报告。透过党团的协商立刻要求具有代表性的行政部门到立法院来进行专案报告。我们也不排除支持加开院会的方式，让行政院长来做专案报告。只要韩院长召集朝野协商，时间的部分，我想民进党团我们也都会来支持。民进党团强调尊重甲支持国会强烈感动，杜荣泰行正式邀请蓝绿白党团3长及行政院长上国书，希望调野团结应对美国的关税战。记者综合报道。